想要活動有特色，道具夠搶眼，達尚幫到你。各位澳門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來到達尚嘅頻道。達尚設計現代卡通風，用可愛動物童話角色，營造活潑童趣空間，從色彩搭配到圖案設計，都貼合寶寶特質，符合家庭風格。背景板材質優良，畫面清晰，持久耐用。此場景用安全材質設遊玩、零食、拍照場地，有寵物服裝秀、技能比拼及家長互動環節，仲提供紀念攝影，同時備應急包防滑地墊，兼顧寵物舒適與家長參與感，打造專屬歡樂回憶。利用易拉寶便攜易裝嘅特點，放置喺攤位入口通道旁邊，展示品牌產品、核心賣點、企業簡介等，畫面可快速更換，適配多場展會，結合雪忽板展板擺放，大面積呈現品牌視覺、產品細節圖、客戶案例，畫面清晰，定制化程度高，可與攤位整體視覺風格統一，強化品牌記憶。無論你想要邊種風格嘅活動道具同佈景板，我哋都能幫你實現，從設計到部分製作，全程落足心機，令你嘅活動完美落地。達尚期待你嘅聯繫。